太好咯！也唔过，唔过，也唔过，唔过那个咧，唔过夫人死啊，个生日呢，要平安出世，夫人让把我来死咧。的，因为一看到生人嘅面就伤心吓死咧。哈，呀，原来有可能，生日呢，俺不爱看。好，现代风气可将你，三不应要青春长久时，更叫我的我新娘，鸳鸯不散夫妻情。哦。盼啊盼，盼将种子传种子，等等到不应对听，大叫大姐莫见你，你用茶爱谁土真手臂。我冇我唔相信你，要你那个生日呢？你呀，你那个生日来了！哈，一出世呀，就开始父亲。哎呀，悲伤的不见你呀！老爷，好怪佢也係你嘅亲姑娘啊！好，我只留佢一條命，也唔過，我冇可能做呢個生意咧，男人。难道一见就好？呀，生日，我绝对冇再看到佢咯。老爷，呵。天云家务，看世间，凡尘迷境，一年前，一年前。天意莫测，心老力，好仙酒同登天。
哦，奇怪，样办有生意的叫上呢？哦，原来是天良神君呐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呀，又见面喽！啊，来，天良神君，你下凡前来，孙将是神父重音，你呀2、3年的前来相逢，也是你有缘。就由我前来推你引路吧，慢来。哈哈哈哈！你才犯见，也应当我来让你安着명相。既然安心，也该父亲相助，那我又采了无阳梯，老你来念读，不义就有无阳为名，恨你按到总无阳，真是好命啊！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无言，最近也个武艺进步挺多咯。也得啊，全部就为师傅你教我的。哦。不过啊，师傅。你好嘞。我最近啊，哎呀，休息的时间，那个肉粽四种梦见，估计是梦。不过啊，我感到有点奇怪啊。该是么该事情呢？是因为我啊休息的时间，我肉粽四种梦见，佢也连连出现了一段的时间。如果佢是真的，有点啊无真实；如果佢是假的，师傅啊，佢到底是真还是假？这门徒，该到底你梦到么该？讲本为是谈看哪里呀？我梦见就是一台吹的兵马。一台这个兵马么？
飘扬山山志气歌，带兵点将色雄雄，山野遍地盖烽火，战鼓统统却为何？无言，已经天下分有七国，斜燕、秦朝、汉、魏、楚，德国就有也是嘛。那是你看见这个曹兵演将。哦，师傅，我还有梦见一个国王记。国王如何嘞？师傅啊，这只国王他也过了真言动小友啊！小友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无呀，你是太火临头，以下唔知分明是一介昏叫呐！啊，太火临头啊！哎呀，师傅啊！如何啊？你讲嘅我全部都听无啦！错啊，师傅，我还有梦见一个东窗富丽嘅人，不过师傅啊，佢到底係人還係富丽呀？这，哈，无呀，那讲起此前言后果，就是一见这个傻狐狸，那狐狸变名人呐！富丽变名人。
仆仆但有我心憔悴，仆仆但有心憔悴。天家，奇怪兄本无事，天家说法听世子，此人为君动慈，一般是奉他关心事。凡事推你难推你，定人的面难的心语，也因很大难过你，恨俺两般难改不。